超正嘅 lemonade，呢個檸檬洗乾淨，最後是嗰啲沒有辣嘅。然後咧攞個大刀啫，檸檬皮咧削下去，還會有檸檬皮才香啊，不要浪費啲。個食譜咧，他們直接哇切粒，然後嚼就涼皮，一定苦到你喝不了那些。假騙人，然後你們用 lime 啊，玩檸檬就 OK 啊，很香。然後開這個靚奶罐頭，哇，這個罐頭刀有點古老哦。睇下這個榨汁機，因為我這個方法已經不用攪拌機啊，總之用手攪我等一下，係啊，但是咧，你們用自己方法榨啲檸檬汁出來啊。因為如果你們也是用呢個榨汁機咧，你們記得咧。咁樣車不要咧咁樣車啊！啲車咧都可以邊中間有一條咁樣咧卡住啊！然後就榨汁啊，沒什麼難度。我怕壓爆那個桌啊，在地上。哇！你睇下很多隻，哇！正啊！喂，只有很簡單，只係加點鹽巴，然後咧加鯪魚，正啊！又加這個檸檬汁 lemonade。咁鯪魚很結啊，所以咧先攪勻它們先，攪到都很滑咧，然後咧慢慢加呢個水，係啊，自己試味道。我要做 lemonade。通常這裡咧，我會濃一點點放冰箱，然後咧你們喝嘅時候咧，個杯咧會落冰啊嘛，然後咧剛剛好咁樣就，哇，沒有靚杯啊，係啊，等人贊助，哇卡住，然後咧，哇直接倒下去，哇好靚啊，lemonade。